是阿西桑。森森，森森。 你太多把父母抱在嘴里。只要啊，你听到阿爸讲的，只要。你哪会当真不好啊？你哪里走？你叫爸爸啊，只要。你是不听我不想听你，你太不好。只要。 先生，多谢你照顾阮嫂囝。我先生，我甲你参详一件代志。咱来去通报顶顶，敢会使？
我若是像青勇安尼，我会足唔甘的。我去找一个较清幽的所在，可以互我休困。我真唔知要安怎，你注意就好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我想全就好考过一次饭的，看得下么个？我们下出身高做准备啊！吃饭的啦。好。你是高诶？你是高哎？安乡。蒙古，这里生意，你阿张这里做容易哦。我希望你生意啊，做出的适度，你做个判断。当然做得啦，适当唔听我无拍的，牙齿乱枪的，但还在做本身，好吗？好啊。你还记得啦？前天摆看到你的情形。有咩还记得啦？嗰是一个顶球棍嘅团相亲，还记得我跳来，唔敢看，想看到伊上太皮害。那个时节都上啊，加上伊听错过公台，但系唔知上到有缘到冇？到明呢？那个人到吗？面重重又带目标有冇好缘到呀？那第一摆看到你啊，没改摆。现在吧，来趟到啊，每年来共钱，聽日人就做起嘅好交門票一條款嘅，嘅時間啊，人就喺想，係講廿四妹冇獎，人就冇去咧。你看見照。到面呢，你看到二老兩家同行行出來，你見少，唔知啲嘅想乜解。嘅時間，你心肝啊，貼眼驚我，險險會跳起咧。做乜嘅喏？因為
前世我就讲过你咧，你前世係我嘅朋友。你後尾講乜嘢啊？唔會啊，是你。我哋生日都可以帶你咧，下生日你看，下生日你幫我交幫我好嗎？經下成係咪做完好？唔會咧，我會好好服侍你。你唔做完好，你就唔幹咯。青苗，好好对先生。你也会记得，后世人一定要报答你先生。多谢你。今日你問開車人買搶做的是中菜。你看啊，用我食菜，給誰？來，你試看，你啊，懂好食，好吃嗎？